3个又一起跳。3个小老虎。昨天前天他们都在跳。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这么站中才行。太热闹，太热闹。哎，这边好一些。现在进山路上发生的动作是吧？对。这个可以正那自己也跟着去了是吧？哎，对。哇，楼越跳下去吧。这都练一下，补一下。年轻人就是闹了。还有他听到的。他肯定在，他是认主任的嘛。地面太滑了。地面一点一转移问题。